距离议员就职甲正副议长的选举，剩无到2天。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，表示有党籍的议员被威胁、恐吓，一方面除了谴责暴力，希望检调会用查明幕后是毋是有乌手，同时还佫发表无自杀的声明。事实上是我们有某一个议员，被约出去，然后他只给他下达了2个指令：第一，25号可以不就职、不出席；第二个，如果要出席，请可以投自己，不要投给郭信良。以这样的2个约束，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，这个是明显被受到威胁。那当然我们很多议员都有接到一些电话，但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有人通知说不熟的电话不要接，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我们这个被约出去的那个议员，事实上他昨天也已经报案了。那在侦查不公开的状况下，我们不方便讲得太清楚。那我在这里也声明，我要提出我是不自杀声明。25号如果我们没有出席，或是发生什么事，我绝对不是自杀的。我们希望检调单位赶快揪出幕后的负责人，到底幕后的黑手是谁？为什么要介入我们台南市议会的正副议长选举，而且是这个人，民进党的那个党代表。伫政府议长选举进前发生疑似暴力来介入，不只是国民党团发表声明，连无党联名、甲议长郭信良以及市长黄伟哲嘛拢强力来谴责。昨天晚上有国民党的议员遭到恐吓遭到讲个不好听的话，介入那个议长的选举我们无党联盟强力谴责暴力介入。暴力恐吓介入选举那会不会之后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样？自己的人身安全看命看警方的作为警方如果有作为的话要剩下2天要保护这些议员2天的安全。检调都有介入调查了嘛，也应该都有会向社会大众交代。那我个人认为是选举应该要正常的方式来选举，这样才会得到选民的认同。至于发生这件事情的话，身为台南市民进党执政的县市，应该要重视一下。我们希望司法介入侦办，那我们也要求市政府警察局要派员对于议员的人身安全来加以维护。务必要让他们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，不受任何威胁或利诱的情况下来投票。议会国民党团表示，台南对最近发生88起的枪击案，到议员吴通良的工厂被开BB枪，到现在议员被恐吓威胁。目前警方嘛已经找到车甲恐吓者，目前专案正进入司法的调查中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